顶一段咱讲到第四声甲第八声的变声调，因为我有一寡物件袂记讲，所以我搁另外录一段来甲大家做一个补充。帮大家复习一下第四声是伫差不多中即个音较加点迄个所在缩起来，加一撇就是较悬的，就安尼。第八声的变调呢，变了以后伊会降低，毋过伊毋是干那降来第四声，你若会记咱顶下有讲伊降来佫愈加差不多第三声的迄个所在，伊会降佫较低。我举一个比如讲咱讲迄个涂骹有水会骨，你若两字放做伙，你会读骨，你骨，迄个骨。伊已经降足低啊！伊毋是干那降第四声啦，第四声是写做读做啥物音呢？叫做骨第四声是骨。你若安尼分开汤骨，听起来就无啥共是骨，这是咱顶下讲着的代志。所以第八声伊降来以后会降比第四声佫较低所以毋是变第四声，伊是降来到差不多是第三声，因为速紧，所以无机会佫扭转去，所以就是有那短缩掉咧安尼。另外即个呢，伊会扭悬起哩。第四声变调扭悬起哩，扭悬起哩以后呢，伊就是迄个声听起来参第八声是共迄个调变变变但是我顶下袂记讲一个物件我袂记讲即组尤其是即个，我袂记讲即个物件咱读的时阵咧变调，伊的迄音收伫那后底，咱若真正台语咧读的时阵即个音伊会扭较长一点嘛，我个人的迄个音感伊扭较长一点。扭较长一点嘛，伊会发生一件代志。我先读一个音大家以后看我读对一个我讲火，你听起来先对一个音呢先即个音倒火，无毋对我读第二声火，我先搁读另外一个字。这是我迄阵当咧家己咧学写的时阵这字我一开始就写毋对，写无啦毋知要写对字，我等下讲互你听。即字读火。第四声火是啥？老火就是即个火，老火。我后壁若搁加一个字，互伊变声调甲组做一个词寒，老寒的寒，火甲寒，老火甲寒，你安怎读呢？火寒，即个啥？倒火，头段读火寒，倒火寒，变成共音伊音变了以后伊会变成参第二声迄个音共款。我个人的了解是，咱若尾音是即个 H 这入声伊咧读的时阵，咱若自然去发迄个台语的音伊扭较长，伊有机会佫降咧下骹，伊有机会佫降来，所以会变成咱剩咧第二声的即个声会变火寒。这伫咧读的时阵较无问题，因为你只要把握即个原则就是第四声你就是甲扭悬起就对啊，你拢甲扭悬起去读，足自然你就读出正确的迄个声。比如讲即个火，你扭起来变火寒，就算你读出底啊火安尼一个火安尼火寒，你读起来嘛是足顺的。但是你写时阵会出问题。我先举一个迄个我写汉字，大家看你白话字你安怎写？你大家应该拢会晓读啦册店去册店买册店。册店的即个册，你有听迄个音册店，听起来是毋是参火迄个音共款？册店第二声，所以伊第二声对倒位变过来？对第三声你若个会记，对第三声上加迄个扭悬起你佫降来上加迄个扭悬起降来，所以我迄阵若像讲我迄阵咧当咧学写的时阵我可能会安尼写，我咧想讲伊就是第二声变成第二声，安尼应该伊本底是第三声，所以本底是册搁一个店册加店，就变成安尼变成第二声册店，我听起来对毋过事实上即个字伊本身单独读的时阵安怎读呢？册，咁听起来册，伊是收伫即个音，所以伊本身其实是一个入声第四声，伊是安尼册。但是伊变声了会参第二声，听起来是共款，所以你搁甲回塞转去想你来抓准伊是第三声，其实毋是，伊是第四声。这是你咧想要开始写的时阵，可能会拄着一个困难。我伫遮先甲大家
做一个解说。吼啊，你读的时阵应该较无问题，因为读的时阵咱就是有法度直接用看字的，比如讲我直接安尼写，吼，同学是毋是安尼写啦吼？我来直接写即个互你看，你要看这第四声，你的扭管你变册变册，啊，你全读出册点吼，啊，你若全读个册点，安尼就对啦。所以读的时阵基本上较袂碰到啥物困难，啊，以后你若想要家己写的时阵，写其实我感觉是较难的。